歡迎大家收聽 Historical Travel Story。今日同大家講嘅歷史故事嘅地方呢，就係喺千住町。今日嘅題目係叫做千住，江戶門戶的歷史層疊，穿透繁華景觀的深度旅行視角。千住町喺今日東京中立區同埋芳村區嘅交界。喺歷史地理學嘅視野入邊呢，佢係江戶四宿之首，更加係通往東北地方嘅關鍵動脈。作為江戶城嘅門戶，千住唔單單係旅遊人士集散嘅交通樞紐，更加係一個疊加咗嘅政治張力、社會苦難同埋科學啟蒙嘅複雜空間。即使喺現代都市嘅包圍之下，我哋仍然能夠透過特定嘅地理坐標同埋殘留嘅物資文化，睇到歷史點樣喺唔同嘅時代之間進行權力嘅交替啦，同埋社會嘅轉型。我哋會帶讀者穿透現代街區嘅表象，辨識嗰啲支撐東京繁華嘅歷史傷痕，從而理解呢座城市得以存活嘅深層邏輯。我哋睇睇第一個故事：權力與忠誠，千住大橋下的永恆物證。德川家康喺1594年入主江戶初期，即刻選定咗喺當時嘅入間村，即係今日嘅偶田村，架設第一座橋梁——千住大橋。呢一座並非係單純嘅土木工程，而係一項高度政治化嘅戰略宣告。透過呢一座橋梁，幕府建立咗一條直通東北嘅命脈，正式將關東以北嘅大名納入咗支配嘅秩序。喺呢次建設之中，東北霸主伊達政宗嘅參與係最具象徵性意義。為咗向新政權展示絕對嘅忠誠，伊達政宗特登喺從領地寄入咗一啲極其珍貴嘅高野田，即係日本松，作為橋樁嘅材料。我哋睇睇有呢啲物質究竟有咩特別？高野田呢，用耐腐蝕著稱，佢嘅價值喺江戶時代僅次於傳說中嘅加羅木。伊達政宗選擇咗捐獻呢一種永不腐朽嘅木材，實質上係將佢嘅政治忠誠物理化咁樣植入咗江戶嘅入口。呢一種物質選擇背後隱含着深刻嘅權力邏輯。透過提供最耐久嘅建材，大名喺實體景觀中錨定咗佢永恆不變嘅臣服承諾。隨住時代變遷，呢一啲原本具備政治功能嘅橋樁喺明治時代嘅洪水之中退役，並未被遺棄，而且由雕刻家富岡芳堂轉製成為大黑天等神像，使到呢一段權力物證轉化成為當代嘅民間信仰。如果想親身體驗下呢一段嘅歷史，讀者可以去現時嘅千住小橋向下望，河面上浮住3個紅色嘅浮標，正下方就係經歷400年未腐朽嘅高野田原始橋樁。另外，京成線千住大橋站前邊嘅植栽，亦都可以見到高野田嘅身影，將歷史傳說錨定於喺現代交通節點之中。呢一座連接東北嘅實體橋梁，標誌住江戶嘅秩序。而千住南側嗰個充滿陰影嘅邊緣空間，就喺血色之中孕育咗理性嘅火花。第二個故事：腥風血雨中的理性。小塚原刑場同埋蘭學誕生。喺江戶嘅文明版圖之中，小塚原刑場曾經係文明同埋野蠻嘅邊界。自從1651年設立以來，呢一種處決咗超過20萬人。
作為江戶社會最極致嘅邊緣，小草原唔單單係刑罰執行地，更加係被差別階層聚居嘅空間。但係呢一種遠離精英體制嘅骯髒之地，就意外成為日本科學現代化嘅實驗室。1771年，杉田元白等蘭學家喺小草原觀摩解剖，促成咗解體新書嘅誕生。傳統敘事往往讚揚精英學者嘅智慧，但係本質上呢一場科學突破咗仰賴喺嗰啲被稱為苦心嘅底層勞動者。正正係因為呢一啲階層處於現代規範之外，佢哋亦都擁有處理屍體嘅特權同埋實踐經驗，甚至乎能夠指證漢醫圖譜嘅錯誤。呢一種被邊緣化帶嚟嘅知識自由，成為蘭學發展嘅決定性貢獻。呢一個係一場喺野蠻空間之中，由社會最底層同埋最頂層知識分子共同完成嘅理性交匯。讀者可以造訪南千住站旁邊嘅回向院，觀察喺入邊冠狀紀念碑。喺唔係太遠嘅地方嘅賢明寺，亦都有一座有成3.6公尺高嘅手設地藏。佢巨大嘅身軀同埋慈悲嘅面容，喺刑場殘酷嘅背景底下產生強烈嘅張力。值得注意嘅就係 JR 常盤線嘅鐵道強行將呢一兩座寺院之間切開，呢種對神聖同埋骯髒之地暴力切割，反映咗明治時代不計代價嘅進步美學。當國家為咗重塑都市景觀而無視歷史遺傳嘅時候，呢種對空間外科手術亦都體現咗喺自然環境嘅改造之上。第三個故事，沉入河底的家園，芳村放水路與錦舊碑。1910年嘅特大洪荒之後，明治政府為咗保護帝都心臟地帶，決定將自然進行一場大型嘅外科手術，開拓芳村放水路。呢個係一場為咗集體安全而對地方社區進行嘅物理性嘅抹掉。對於國家嚟講，放水路係現代性嘅勝利，但係對世居喺呢一個地方嘅鈴木一族而言，呢個係一場早產嘅滅絕。族長喺遷移之際立下咗錦舊碑，以精湛嘅漢文記錄咗400多年家族開拓史。喺嗰個行政命令之上嘅年代，使用漢文學呢一種高階文化象徵嚟撰寫碑文，唔單單係抒發離情，而且係地方精英以知識分子嘅身份將土地視為純粹坐標嘅國家理性進行一種無聲而且莊嚴嘅抗爭。漫步喺現今寬敞嘅芳村土手河堤嘅時候，讀者應該意識到腳下幾公尺深嘅地底之下，曾經係1300戶家庭嘅街道。錦舊碑至今仍然保留喺河堤旁邊，作為消失社區喺現代版圖上嘅唯一物理坐標。如果話芳村工程係為咗帝都安全而進行嘅宏觀犧牲，咁支撐住遷住宿繁榮嘅底層勞動者，就展現咗另一種形式嘅微觀犧牲。第四個故事，繁華背後的枯骨，范姓女與金藏寺的孤魂。遷住宿喺江戶後期嘅繁榮
好大程度上係仰賴名義上為服務生，實質係為性工作者嘅泛性女。呢一啲女性多數出於農村，被販賣去到女農，支撐住宿場作為遊興地嘅經濟。喺千住二丁目嘅金藏寺立有遊女供養塔同埋天寶饑荒供養塔。根據記載，天寶饑荒期間，千住街頭有成828人餓死，其中370人被葬於金藏寺。呢一座寺院喺國家法律體制之外，扮演咗最後嘅社會安全網，為嗰啲被主流社會排斥、無名無份嘅無緣者提供靈魂棲息地。寺院嘅存在緩解咗國家喺追求經濟同埋秩序過程之中產生嘅殘酷副作用。我哋前往千住二丁目嘅飲酒橫丁，狹窄嘅尺度完美咁保留咗江湖宿場嘅節奏感。之後走入金藏寺，細看石塔上風化嘅龍女名稱，同埋帶有印字或者特定佛號嘅戒名，呢一啲黑痕揭示咗被隱沒喺燈紅酒綠背後嘅個體悲劇。呢啲集體性嘅犧牲喺明治時期並未消失，而係轉向咗另一種形式，就係為咗國家軍事硬實力嘅工業化。第5個故事，紅磚牆的軍事堡壘，千住製俑所的鐵血印記。1879年創立嘅千住製俑所係日本首第一間官營無職工廠，象徵住千住從女人休息地向國家軍事生產基地嘅暴力轉向。今日殘存喺竹立區第一間嘅中學旁邊嘅紅磚牆，高成3公尺，帶有沉穩而且肅殺嘅深紅色。呢一座牆同周圍現代化校舍成為強烈對比，反映咗日本從和服文化轉向咗軍服、洋服文化背後嘅工業硬實力。佢提醒後世，千住嘅現代化並唔係自然演進，而係國家為咗躋身強權強行介入，並且改造地方紋理嘅物產。我哋可以睇睇深度旅遊景點，要理解千住呢一座門戶嘅連續性，步行係唯一嘅途徑。我哋睇兩個地方，第一笪地方千住二丁目嘅飲酒橫丁，即係上邊曾經講過，呢一笪地方唔單單係尋找美食嘅場所，亦都係觀察江戶時代宿場町狹窄空間比例嘅活樣本。第二笪地方就係千住大橋嘅歷史遺構啦。除咗睇紅色浮標，建議沿住河邊步行，感受從德川橋莊去到現代鋼橋嘅跨度。喺慢行之中，特別都請你關注嗰啲位於門戶同埋邊緣交界嘅空間遺跡。呢啲就係呢一座城鎮靈魂最深刻嘅出口。總結，千住喺歷史長河之中扮演住特殊嘅過渡空間。佢係神聖同埋骯髒嘅交界，亦都係進步同埋殘酷嘅共生地。從伊達政宗嘅政治獻體，去到形象下嘅科學啟蒙，從尋日河底嘅家族開拓史，去到金藏寺下啲無名嘅泛性女孤魂，千住嘅發展脈絡，揭示咗一個深刻嘅核心命題，就係東京嘅繁華本質上係建立喺對千住呢類嘅門戶城鎮嘅深度榨取同埋犧牲之上。國家權力
喺呢一度實踐最激進嘅社會工程同埋軍事轉向，無論係土木改造定係工業擴張，都以地方群體嘅記憶消失同埋身體磨損作為代價。當我哋喺現代都市漫步嘅時候，應該點樣辨識嗰啲為咗支撐住文明卻被刻意遺忘嘅歷史傷痕呢？千住嘅每一塊紅磚同埋每一磚地狀，都喺無聲咁樣對現代文明發出拷問。多謝你收聽，請繼續留意 Historical Travel Story 同埋訂閱。